父全能慈悲。前到一鞠躬，坤到一鞠躬。父全能好，父全能好，请坐下。各位，咱蔡老师，咱平常呢，咱各位做宣好，咱各位同修来电，大家父全能好，咱决定，先，这个天鲁班，这个对我为什么呢？哈，为什么樱花嘛？你这疫情这些关系，所以也咱台湾心理世界哈，人乱的手脚哈，所有的改变，因为疫情很清爽，所以讲人老了哈，这个疫情搞了哈，变得白，因为疫情的一个在留言哈。那当然，因为咱从历史当中，嘛是这个台湾这个国家啦吼，会使讲过去，也关于存在外国人各位晚上袂当出，但是当中呢，因为咱台湾已经报过来。已经把那个疫情已经放了1级，但是伊基本放了1级，伊无放了吼。但是伊就做者迄个修正版。你像咱今日若无修正版吼，咱其实咱基本上袂开始，因为这个班呢有修正过来，咱能开啦。所以呢，因为做者修正版了后，只要你口罩版。但是这个修正版过来，也卖说啦吼，你戴口罩啦，我无办法啦，对啦。所以呢，咱另外一项，就是这礼拜吼，因为这个台北的一个国外，毋是国外岛屿啦吼，岛亲会使到中国交流的，阮这回这个朋友徐丹厝。因为这个人嘛叫不少啦吼，过3年了后，伊对修法都是加谨慎，是加认真啦。伊把伊进往这叫为朋友，伊开办了这个旅行社，用台湾作者这旅游公司伊朋友跟行业关系，简单讲呢，就是要找生意做，一定要朋友徐腾做。徐腾做因为朋友。地名都嘛真烦啦，有人叫仙哥啦吼。那因为台湾这个土地呢，当然伊有足济旅行社，旅行社的这个同仁来渠道。其实这届当中出去5天，咱台湾需要设一年，对嘛？因为伊安排而去啦吼。头一个拜吼，这要拜啦。我们在那过礼拜，这个拜，咱好的，为咱叫来做法，叫台北，迄个台北29站坐个电动了后，走到家人，家人去找一个家己听的这个老板应该是40-50岁的一个分道啦，嘛是非常的发心，嘛非常的虔诚我迄个玻璃伊个家己听坐了3点钟吼。叫个鼓励，叫个生活，甚至当中呢，伊去伊转去食饭吼，这个当中呢，这个运动来做书人，做教材啦，那上完佢叫人鼓励来宣传，安尼，到迄食饭当中我请问恁各位家人上名做一个所在，闹着。伊做名就靠你啦，叫我去了，对，佢用迄个家人上名叫做家人庙卡吼，家人庙卡送来你哪，当作迄袂起来尔其实食素食的people你看个创造伊几大路，这健康小，我当你拄了，来迄个味气，迄个味啦，
我要跟他走走伫头前啊，等下我这个叫你到面前头路去见你吼。啊了，当时去饭店，吼，去迄个基隆的迄个中山公园吼，那是中山公园这当中吼，先到一摆稻青，啊，迄个稻青挂了后，往伊来行啊，行迷了，我哋在跳舞嘛吼，啊迷了迄个所在吼，本来是台湾国地啦，但讲因为你伫台北，你去到花莲经过啦。稻青大约拢会去迄个所在叫泡店，啊去啊，大家要借鉴。咱老是会去到拄着那从乐单位稻青，就苏先生，就陈先生，爱就介绍过，咱我是以为负责人吼。啊，因为伊介绍来，我来讲道理听吼。咱前日过去想讲见到先道啦，啊，因为伊即个人今日因花莲，伊即个花莲标600岁。伊哦，个人顶600岁，啊，这人做学生，所以伊要听着咱同学讲着迄个经济做讲解，甲咱三宝生活的连结啊，连结啊，伊听同学，伊本来讲这偌侪离开要等花莲，来听啊10点外，伊当等花莲，客家咱老不切不虚此行。我不虚此行啊，因为我今日听你这啦吼，我去上班，我本来9点就走，我7点外，我还袂喊安尼啦。伊讲张斌要听大乘法的大圣佛法吼，大乘接法人，毋是遐简单，咱们听着，因为我拄着你，伊他我想要就刷对不对吼？怎么就刷？结果当中呢？我第3日去到花莲，第4日用力的时阵，伊是叫起来啦，叫起来，即个学回去我等于啦吼，好听你讲，我拄着机会，一个我们负责人啊，也讲啦，讲人咧，啊听出欢喜的，啊所以呢，咱来当中吼，啊来咱台南，吼，咱迄个求法吼，拢去求法，毋知偌好个，咩啦？所以因你安排两台求人做，9人做啦。伫花莲要开来台南，为着桂华旺区啊，伊遐要来到咱这辛苦。我一直天袂掉的啦，我天袂掉的，好啦，阮去啦，我嘛咱当前报就者，吼，啊，所以我现在把前报，啊，前讲，个老师嘛见到先生，安尼啦，咱对方。哦，所以咱为着因为花莲为着到这上午7点钟的时候，7点钟哦，今要听我讲2点钟的金安坐7点钟到啦，先过华旺区，这不简单啦，哦，这是事实。啊，所以咱互我伫迄个当中到迄个宜兰，往宜兰遐大个，吼，因了就叫头版你听无？咱遮迄个烤箱啊，山上有一个烤箱，但伊迄个烤箱，你到尾就是讲，因为伊迄个地底用石头，啊，所以用石头的烧，去烘起来安尼就对。啊，烘烤箱烘咧搞者较硬啊，啊头版伊烘较袂遐硬安尼对。啊，建议就要叫去烘头版伊，现在头版伊烘起来吼，我把你深层的血汗。你汗会当把逼出来呢？讲迄咱小朋友你什么人去拢去，吼，拢去行迄个头发里。伊讲伊遐一个咧，伊有啦外口伊一个捡300块啦，就按400捡300块安尼叫。咱着倒进去，拢有捡钱，甚至办一个做青草诶，做公牌，青草是歹听啦，做公牌请，所以对咱嘛是很热情。所以第3个叫花莲。哦，啊，第4走到玉里，哦，啊，玉里会知啊，迄个埔到玉里，迄暗到台东，啊，台东去封亲迄个元德张前人，啊，去封亲一个黄点寺，啊，整个啊，我昨仔到昨拜六嘛吼，这里拜我，啊，本来伫遐来到台东拜访迄个张前人，迄个岛。应
个对方来，我有阿平你知我去，伊咧就请了伊有5000人来，伫迄个台东3000人尔，伊太本来伊伊还比较太本来人家啦，我写出来讲，但是因为半暝，差不多伫迄10点半，就传来话，讲这个你咧国台当他无伫我遮来啊，安尼啦，所以呢变成讲到基因本来咧只出头就是等到，但是活动出来，就走去红平里啊，到开咧后摆咧互请吼。点半他就得到头6点，到整个行程。我现在问这物件，因为其实咱无出去看，咱无出去了解看，咱我关于这咧想着咱的格局袂大啦，咱的看法袂深啦，咱对道的体力袂当真正深深的了解。咱去看到人去足会想到我讲用力的时阵吼。像用力的是一个原住民地带嘛，吼，因为我如果一个圆3个圆吼，圆四五餐厅嘛，吼，素食餐厅，我是听我伊是从事单位开的啦，我就入去啦，入去阮食饱，迄个老板啦，我行出来外口，我咧讲话，讲炒饭，我听你这是迄个从事单位，我毋是啦，阮花衣啦。我和善，那和善有啥物人简单？就较爱迪了咯，爱迪人家有迄个山寨班啦吼，迄个爱迪山寨迄个单位，甲讲是做信祥的单位啊。因为我直接叫电话，因为经理个城镇站，我叫城镇站他们这个人才讲，就是叫田氏，他在这里遇到义和洪前人有没有？因为城镇站蛮好的作息的，伊就上来迄个咱爱小的出来问他嘛，安尼啦。伊讲我讲一句啦，以前阮玉里大部分的道亲拢阮遮和善家的，原着和善家的。伊讲你较落底遐有一大庙嘛是阮遮的。阮玉里遮大家拢阮和善，咱人全咧问他。因为花艺的和善伊也特别方便，但是因玉里一个玉里有2万几个人啦，2万几个人有开12间的素食馆，12间啦，2万几个人就是参下营乡，咱下营乡有2万几个人，伊有12间的素食馆。伊讲惊迄个越南过来吼，迄个越南新娘伊开个4间啦，啊，来宣传了后，可能越南新娘。因为以后无当去就业，就拄啊规定迄个越南河粉的素食，越南的迄个什么素食安尼啦，安尼人都爱宣传啊，对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伫迄个和善馆里义勇力迄个所在，我会想起在民所，但是伫迄个张老板，伊讲伊过去是做车的啦，所是做车的啦，但是伊办了。先过过来该做线，把车从改变成做素线。但做素线里头当中呢，伊过去，因为玉里拢有一寡原住民嘛，原住民布农族啦，有迄个什么高山族啦，有迄个阿美族啦，有迄个村民不族啦，村民不族我讲啦，有迄这啦，伊讲你这个部落。拢总原住民，但是我过去咧做车咧，所有的下号拢叫我便当啦，拢叫我便当啦。我爱过人家下我毋知，阮哪来咧叫？像我就甲上素食去啦。现在姐姐，老师，好像没有肉。老师好像，原住民，原住民你若，迄个布农族的伊是拢食花枝的啦。是迄个阿满族，伊讲阿美出来高山族拢食牛肉的，对，迄自细拢食迄物件，安尼啦。迄囡仔伊素食的伊太食哈，伊甲我付钱了，我嘛是咧挑钱，我嘛是咧叫警车来配合。警车来配就是过去即个下午拢食咱的便当，你拢甲等于是拢甲送素食的去，可能就较钱。伊讲一礼拜若当食2工素食，我就叫来配合3工，叫车来配合3工，
工吼，我在做上个说，我甲老师讲，你怎么来？你那讲我做素食的，你讲素食伊为什么伊绝对怪怪？安尼啦，我是讲，这个素食有会上架嘛吼，这素食上架，有诶，伊就那个主页作家吼，慢甲讲，慢慢啊，安尼对啦，我嘛是咧改变，一个主车的啦，医疗要管理了，360度当面做素食，我了解过咧。我今日你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作风好，改革的过程是一个真条件物件。但是坚持你讲对来坚持，唔对就唔使坚持。但是你虽然钱急赚，但是你不失业。但是你今日若坚持要做业出的技术问题，你永远你死啊，可能产出经济，但是你以后没有好的结果。我好伊讲，我知道，我知影。我即嘛是讲。我若收入会当互我的员工，这工人会歹这就好啊。我讲问，你的厝是政厝你是租的还是买的？政厝是我的，我若我会较无紧啦，吼，个厝租较无紧，工钱拍紧。我现在讲这物件，收到就是一定要记，收到就一定要记。人有当时人收到用外省来换水，咱用菜哪里换水？菜哪里换水换水无？收到一定要换水。这就是智慧，就是叫咱转识生理，转识生理，因为咱的识就是下里底就是金钱，下里用了较济，下里计较就是比较，计较哪我加赚一寡，比较哪我要加一点啊，这个好来食我的物件，要加赚一寡钱，识这物件，但是智就是安怎？就是爱去得价，智就是爱个自信这种方面，智就是因为伊会当去转人生这样的一个方面的路线，智就是这个物件。你现在咧做一点我当做，唔过你经过传当中，你就看得到。咱今日时间那是好些，你来嘛，应该咱大家讲，就3分水哦，来的时阵来对住，这一块这个所在。咱就是去智慧，咱袂去识，咱去识就往外一直走，往外一直走。但是智呢，你唔往外走，你要来享受着这个上天的这个智慧，要来唔好笑，要来唔好笑，这就是咧来讲啦，这个咱的智慧。但是而且咧这，当然嘛辛苦你往后咧走，我咧走就是也无感觉啦，对不对吼？但是这坐咧到地吼。你若讲听到迄个歌星表演迄些歌，可能你哪袂听吼。而且讲免饭饭的道理啦吼，先到尾来拄拄啦一个啦吼，这个道理我拢捌。毋过呢，恁坐咧到地，行咧到地，后尾咱的心中光明照出来。咱行一条路到尾啊，人讲安怎？讲梦啦，爱到田啊，田头当来看，当来看啊。就讲你即个梦啦。你即日咧蒙餐的过程，你嘛蒙餐，我嘛蒙餐的，你若骹嘛要低下，我骹嘛要低下，毋是安尼。但是到碗头等来看，因为你咧蒙餐的，我咧蒙餐的，但是我无看到你的骹，你嘛无看到我骹，咱大家来拍拼。毋过到了碗头来看你的骹甲我的骹，我的骹摸着拢餐的，你摸拢金宝哩，金宝哩听无？根本哩打破无路用啊！你讲梦咧，含人咧梦，人梦着参的，你梦着金宝哩。你梦啥毋是讲碗头？你一世人过啊，拢做无路用的。你梦啥毋是拢无路用的？你计梦着参的，就是比如讲，今日过一世人，你后咱得着什么物件？咱得着罪孽来得着，简单讲就是。咱而且这就是讲，咱人生的过程。咱就是得到咱的囝仔的事实大下尾，咱的自信更会光明，互咱的子子孙孙会当享受着这个上天的恩典，咱就变这工作，感谢呢。但是这拢无法度用目睭看的。但咱过去老婆实讲一句话，咱安怎讲你知无？人较高，嘛天做对头，无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人较高，嘛天一杯，感谢呢。这种过去老婆是讲，就讲你外边比，你
你换我做，我欠我做，到尾啊就是拢爱落离果，所以我非常欢喜，嘛非常的安尼欢喜，咱今日虽然讲离这个疫情的开放，咱第一班咱好成第一班的计划，咱后礼拜咱爱上开始去。本来今日应该是后礼拜的班，可能后礼拜咱天长这边可能有一寡变化，因此的当中要起来因一礼拜，但是咱对后礼拜咱爱上先进，咱有性的8班位的课班对后礼拜咱做。所以呢，咱好成都加提升啦吼，嘛感觉恭喜咱各位啦吼，希望讲咱大家未来，咱大家一生会做消落去，咱每一个家庭，咱每一个较好，甚至咱台湾这个国家会当安平、平安安乐如意啦吼。最后祝福咱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吼。感谢父前人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或者叫你这样说的，咱先叫有准备点心，闭班了后，小等来一人摕1份，小等来闭班了后收落来的广告，要请咱父前人甲咱4个小等咱来头前一人，就是要等伊食便餐。今日的班就到这结束。祝各位真的身体健康，法喜充满。现在咱就来闭班。新义神元山义和圣堂合成单位110年度启会单圆满闭班，感谢上天慈悲，前道一鞠躬。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父前人1鞠躬，感谢点传师1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1鞠躬，坤道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前人1鞠躬，感谢点传师1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1鞠躬。咱即马就做伙来上神棍。道躬，坤道躬。来，一起来持教，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，前道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
驾前人一鞠躬，送驾路前人一鞠躬，送驾点传师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驾前人一鞠躬，送驾路前人一鞠躬，送驾点传师一鞠躬。kamu cuti.